有人是语文会友，伫咧奥运当中，咱会当看到用体育比赛来交朋友。伫即届奥运当中，菲律宾的选手海蒂也摕到亚教练的金牌，是菲律宾有史以来头一块亚教练的金牌。海蒂也讲，伊2年前捌来到高雄训练过，伊上届怀念的台湾饮料就是珍珠奶茶，而且甲台湾的教练选手感情拢真好，伫台湾的即寡好朋友也拢替伊欢喜。 摕到金牌，人笑眯眯，甲代表谢中庭台湾的教练翕相，伊就是即摆奥运女子亚当55公斤级冠军的菲律宾选手海蒂。这个金牌，高雄高山高中亚当队嘛真欢喜，因为海蒂捌伫个2019年2摆来学校训练，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，伊就逐工甲学生做伙训练。他训练认真，然后有时候。 他看到我们做动作做得不好的时候，他也会指导一下。她就是一个活泼开朗、阳光的女孩，就是跟我们相处起来就是像好朋友这样在相处。其实海蒂来高雄进前，就捌摕过奥运银牌，嘛是菲律宾的运动名称。不过亚当队学生拢感觉海蒂就亲像厝边的阿姊，歇困日嘛会带伊做伙去爬山，食好食的，大家感情袂歹。伊即道伫 东京奥运比赛时，咱所有囡仔拢伫电视、伫个实况转播进前遐，加油，伊摕到金牌时，多个囡仔拢跳起来，替伊足欢喜的。校长讲，当初海蒂是因为遮环境甲设备好，来学校专心训练。伊认真打拼的精神是学生学习的对象。看到遮尔侪前辈的表现，学生心中嘛有打拼的目标。记者邓嘉文、罗维泽高雄报道。